环境部表示，对3月初开始露营场所也依照规定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，若无上当会当依照着这水污染防治法罚款3万到300万。另外，环境部伫114年会推动总量管制2.0，会严格来管控各种行业排放废水的问题。 这几年来，有人介意去露营，不过伫咧露营区便所、有厨房等等的排放水，拢有可能会造成河川污染。环境部也表示，自今年3月初1开始，露营场所要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。 那基本上，它有经营露营场，就必须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废污水要妥善收集处理的一个规定。其实那个规定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一般的建物一样哦，建物都有依规定，它都要收集粪尿污水跟生活杂排水做设置污水处理设施做处理哦，所以基本上不是有特别加严。环境部表示，业者若是无设立污染水处理设施，会向以水污染防治法裁罚3万到300万。 环境部也提醒民众，会当大声伫厝内处理食材，减少使用卫生碗池，也建议将露营的粪扫分类炸落山，希望做伙来建立友善的露营环境。另外，造成河川污染上主要的来源包括生活废水、工业、畜牧业的废水。 去年环境部伫南部集水溪流域设立排泄物资源化处理中心，将废料集中处理变做饲料。伫北部的南坎溪也建立减氨气、氮气的设施，改善水污染。平日大概是每天可以处理18000吨，那最大处理水量可以到每天的28000吨的这个水量。试运转之后，它其实氨氮其实有降低的蛮多的，已经改善了大概有80%的一个水浓度。那也让它下游邻近的一个环境部的一个水质测站大埔桥，脱离严重污染，现在稳定是中度污染的这个程度。 环境部表示，目前全台湾水质严重污染的7站，已经对91年的66站减少到剩7站。这7站大部分拢集中伫中南部，所以未来会针对这7站各有高污染的流域，启动总量管制2.0，联合各地方环保局加强处理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